根據內政部上新的統計，去年第四季全國的房價指數是這幾冬來頭一擺降落來，年減3.62%。在咧中南部的6都房價攏有落超過4%，尤其台中這年減6.05%是6都房價落上濟。有賣厝的中人就講，這是對生活機能較無遐好的所在開始落價。雖然高雄講這房價是無落，啊，毋過目前煞也賣無啥會出去。在新北市區工人咧無興起大樓，啊，毋過根據內政部統計，今年第一季主體類合法開工數2,920戶，從前9年來新低。毋但安尼，去年第四季全國房價指數年增率維持控制前年的8.52%，大概去年第一擺落測年減3.62%。以前的話，這邊如果是有電梯的華廈啦，一坪大概30幾萬。現在大概都要50萬，慢慢降個5到10%左右，降的幅度也就是沒有降到正常的水平啊。講到厝價，民眾反應無同，進一步觀察，去年6都第四季房價指數年增率，新北市年減7.61%，台北年減不到1%，桃園市年減2.18%，中南部落超過4%，其中台中市重災區落6.05%，加做6都內底落個幅度上大的縣市。供給量過多的地方有在降價求售，廣告上都說賠售，可是真的能賠售那賣得掉的也不多。毋但台中出現部分地區厝價確定，在台南建商一直推出新建案第一線的房仲透露，市場1萬戶公設需求買方，厝價因為用行信用管制措施有較穩定，房價也趨於一個穩定。那目前就是政府所樂見的，慢慢的讓房市進行到一個緩着陸的一個狀態。跨村戶第一擺買厝甲換厝的需求，高雄也起不少新大樓。當地房仲指出，雖然厝價不確定，不過交易量卻出現明顯衰退。至於交易的價格呢，目前看起來是還不太有鬆動，但是至少已經都沒有上漲。央行要在6月18舉行第二季理監事會期，第7擺信用管制是不是放零？甲6月底申請案2.0版就要上路，未來房市加分也是閣降分，恐驚也閣有變數。記者綜合報道。